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想帶大家睇一睇恒基巴域街嘅項目。由恒基兆業發展嘅巴域街項目一共分2期，主要提供開放式去到4房嘅戶型。好啦，咁講翻個單位先。呢個單位咧實用面積264尺，1房嘅間隔。咁一入到嚟單位咧就見到個客廳啦，咁啊擺到梳化啦、電視機啦，仲擺到張細細嘅餐台仔添。咁單位咧亦都採用咗開放式廚房嘅間隔，增加咧成個單位嘅空間感。咁啊，洗手間方面啦，裝修都好時尚噶，用個深色嘅色調。咁嚟到主人房啦，一邊擺到床，一邊擺到個細嘅衣櫃嘅。最值得一提咧，就係發展商咧幫你用趟門間房出嚟啦，令到個單位嘅間隔可以更加靈活使用。好啦，咁今日就睇完咁多先。如果跟住落嚟想睇我拍咩片嘅話咧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